各位弟兄姊妹平安。今日係復活期嘅第二個主日，每年復活期第二個主日嘅方題經文都係用緊約翰福音第20章嘅19到31節。因為呢一段經文首先提到嘅就係嗰個那日，就係主耶穌復活之後嘅嗰一日，而教會年就稱呢一日為復活節或者復活期嘅第一個主日，亦即係第一個復活後嘅主日。而跟住喺約翰福音第20章26節就講到過了8日，呢度就提到由於猶太人一日嘅開始係由晚上6點，所以每日6點嘅前同後就係為之2日。但猶太人往往都唔會計算呢2日嘅實際嘅時鐘，所以過咗8日就係指到復活節當日之後嘅第8日，即是今日就即係我哋講緊復活期嘅第2個主日。所以每年喺復活期嘅第2個主日，3個經文嘅方題經文都會選用約翰福音嘅20章19到31節，而約翰福音第20章同21章都係記載復活主向唔同嘅人或者一群嘅人去顯現嘅故事。至於呢2個星期，我哋分享到約翰福音第20章，一共有3個主要關於耶穌向人顯現嘅故事。第一個就係上個禮拜我哋分享到有巴抹大拉馬利亞耶穌向佢顯現嘅故事，而今日就要思想20章19到31節。呢段經文分為咗3個嘅部分。第一個部分就係講到耶穌向門徒顯現，當晚係唔喺屋裏邊嘅。跟住耶穌再向門徒顯現嘅時候，當晚今次喺度。然後最後嘅就係第30到31節，呢度就係整個約翰福音嘅總結。使徒約翰指出，佢寫咗呢個嘅幾個神蹟，冇將全部都記低落嚟，係因為想藉著呢幾個嘅神蹟去見證耶穌就係基督，係神嘅兒子，使人因為信佢嘅緣故得生命。所以耶穌甘願降世為人，義無反顧嘅忠於父神，並且實踐咗父嘅旨意，目的就係叫世人相信佢自己而得生命。只可惜呢一班被耶穌揀選又跟隨耶穌嘅門徒，似乎喺約翰福音嘅結束呢部分嘅回許嘅時候，仍然反映到佢哋係一班好小信嘅人。另外，當我思想整個約翰福音第20章嘅結構同埋敘事嘅鋪排嘅時候，你會睇到上個禮拜嘅焦點馬利亞同今日嘅焦點多馬，佢哋喺身上都有一個共通點，就係你都係唔會道聽途說，而係必須要透過觸摸復活後嘅耶穌嘅肉身先至去信。結果佢哋所經歷嘅就係一條由誤解、否定、懷疑，然後去到信服嘅信仰旅程。誠然今日有好多基督徒嘅信仰又何嘗唔係好似佢哋一樣，要建基喺啲自我先設嘅條件之下，就好似正如講，如果唔係嘅話，我就唔信。然而聖經裏面嘅信心同世界上講嘅信心實在好唔同，因為今個世界好多人會話俾你聽，我有信心有信心，但係咪真係有信心呢？當然唔係啦。其實佢哋根本就唔知道自己信緊啲乜嘢，亦都唔知佢哋嘅信心根據係啲乜嘢。我哋喺世界上所謂嘅信心，其實建基喺啲會改變嘅事物上面。但係聖經所講嘅信心，係指我哋對於永恆不變嘅上帝一個堅定嘅相信。因此喺舊約到新約，聖經都不斷嘅反覆提到好多被神稱為有信心嘅人。希伯來書11章就記載呢啲信心嘅偉人，包括從人類歷史裏邊第一個被謀殺嘅亞伯，與亞伯拉罕同行嘅以諾，及與神同行嘅以諾，建造方舟嘅挪亞，同埋信心之父亞伯拉罕。對於佢哋嘅信心，希伯來書11章39節就有咁樣結論：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證據，卻仍未得到所應許的。真嘅就好似亞伯拉罕等咗25年，終於生到首個嘅兒子以撒，算係實現咗佢地上萬國都必因佢得福呢一個嘅應許。其實呢個只係一個好少嘅一步，不過我哋睇翻佢一生，亞伯拉罕始終都冇睇到應許完全嘅實現。摩西因為啲人多次喺曠野埋怨得罪上帝，結果連踏進迦南嘅呢個機會都冇。死前嘅時候只可以遙望迦南美地。不過
就如頭先我哋所唱嘅詩歌一樣，呢啲見證人係憑信因信，卻係守住了應許嘅結果，喺地上活得精彩，亦都朝住更美嘅天上嘅家鄉走回去。因此人生嘅路上面，我哋經常會遇到大大小小嘅風浪困難，甚至有時更加會面對好多艱難嘅際遇。能夠勝過呢啲嘅險境，勇敢奔走呢條天路，我諗信心必定係一個好重要嘅條件。所以《羅馬書》作者認為，信就係所望之事嘅實底，係未見之事嘅確據。咁弟兄姊妹，今日你嘅信心又建基喺咩嘅基礎之上？而你今日喺生活裏邊又點樣活出信心嘅生活咧？今日方題經文10章第19節就提到門徒喺主耶穌復活嗰日嘅晚上，因為害怕猶太人而將自己關喺屋子裏邊，連門窗都閂緊。回想當日佢哋應風發跟隨耶穌四周去傳道、醫治、趕鬼，所到之處都好多人擁擠住佢哋。甚至1個禮拜之前，佢哋入城嘅時候，眾人都將3棕樹枝歡迎耶穌入城。我話呢一切嘅情景係歷歷在目嘅，但係萬想不到嘅就係唔夠1個禮拜，呢班人就將耶穌送上十字架受死。門徒亦都由原來一個大衛子孫嘅跟隨者，變成咗好似叛亂死囚嘅黨羽一樣。深信對呢一班從耶穌身邊嘅一班門徒嚟講，呢幾日嘅變化實在太大。呢個變化亦都令到佢哋嚟不切反應。事實佢哋起初係懷咗一個美好嘅期待跟住耶穌，尤其當兩旁嘅人喺度歡迎嘅時候，好似一個君王入城，佢哋好似覺得呢個係我哋復興以色列嘅時候。但係點知耶穌卻係被佢哋釘喺十字架上面，甚至連屍首都不知所蹤。我哋唔單止為恐懼同埋沮喪，更加擔心呢一班害死佢老師嘅猶太人，跟住落嚟又會用咩手段對付佢哋？所以呢一個門徒根本就冇辦法收拾或者重整自己嘅心境。由於佢哋唔能夠面對呢個世界，或者於是佢哋就將自己索性將自己關喺門裏邊，而自己卻係瑟縮咗一個緊閉嘅房屋裏邊。我睇到佢哋淨係處於一個極度嘅擔憂同恐慌、失落壯志嘅境況裏邊。因此今日呢段經文就係要記載住嘅耶穌點樣向呢一班心灰意冷並且充滿恐慌嘅門徒顯現嘅故事。經文提到復活嘅耶穌向佢哋顯現，對佢哋説話並且差遣佢哋。雖然係簡單幾句説話總結咗復活主向佢哋顯現嘅故事，但係格外係意重心長，亦都滿有權柄同能力，唔單止驅散佢哋嘅虛恐懼，重新點燃佢哋嘅信心，更加令到一班門徒得着力量，走出呢間緊閉嘅房間，勇敢嘅面對未來嘅挑戰。所以今日我哋要通過聖經嚟一齊去思考耶穌對門徒嘅差遣，亦都藉此去重新反省我哋喺呢個時代作為耶穌嘅門徒，我哋應該有啲咩嘅信仰態度，而我哋又應該承擔咩嘅使命。今日經文第一部分就係耶穌向門徒第一次嘅顯現。19節提到耶穌嚟到呢個充滿恐懼嘅房子裏邊，對佢哋讀緊咗第一句説話，就係、是、願你們平安。Shalom， 平安呢個字喺希伯來文嘅字根係 Shalom 呢個字，係充滿住健全同埋和諧嘅意思，係指到人進入咗一個健全嘅狀態，而享受到心裏邊嘅平安。中文聖經裏邊其實出現過 Shalom 呢個字嘅好多嘅字眼，包括滿盈、公平、作歌。呢啲係同一個嘅字眼，最特別嘅就係當上帝判斷一個王係咪好壞嘅時候，通常係講緊佢對上帝嘅心係咪誠實。所以誠實呢個字亦都係上邊呢個字嘅一個字根。上邊呢個字可以並唔係呢個所指嘅，並唔係王有冇誠實説話，而係呢個王對神係咪完整。就好似亞當同神嘅關係喺最初嘅時候係冇隱藏、冇羞愧、冇決定、冇被罪隔開。喺 KJV 嘅中文聖經中文英文暫定本裏邊，就將呢個誠實譯為咗一個完美 perfect 嘅意思。所以平安喺當時可能係一句好簡單嘅問候語，但係呢個嘅情景之下，就格外更加語重心長。尤其當門徒心裏邊充滿住恐懼同埋不平安，
縱使耶穌曾經3次預言自己要被殺，然後3日從死裏邊復活，但門徒唔明白，所以當主被殺嘅時候，門徒四散，甚至當日連最豪言講話我點都唔會走嗰個嘅彼得，後來發現佢都走咗。跟住約翰第21章就提到耶穌死之後，佢就喺加利利嘅海邊繼續重操故業，做翻個漁夫。故此聖經記載到，當耶穌復活呢個晚上，佢嘅門徒為咗躲避猶太人嘅迫害，就聚集喺一間房子裏邊。呢個時候耶穌就嚟到佢哋中間，唔單止有佢哋問安，並且將手上嘅釘痕同肋旁嘅創傷都俾佢哋睇。目的就係要讓呢班門徒確定喺佢眼前呢一位實實在在就係佢哋已經被死十字架上嘅耶穌，並且佢喺要藉此向佢宣告死亡嘅權勢冇辦法嘅拘禁住佢。結果門徒因為睇到復活主嚟到佢哋中間，佢哋就非常之高興，而佢哋亦都因為呢個主嘅顯現得到平安。然而當佢哋睇到呢位復活嘅主，就係咪真係有平安呢？事實喺《使徒行傳》記載到教會嘅初期，耶穌嘅顯現冇為佢哋帶一個平坦嘅路途，反而呢班害死耶穌嘅猶太人，仍然用咗一切嘅手段要迫害佢哋。不過門徒嘅恐懼係改變咗，因為你知道耶穌有勝過死亡嘅權柄，所以你唔再懼怕。由原來好害怕畏縮嘅膽小鬼，而家變成咗勇悍直前嘅基督精兵。甚至有啲門徒更加為咗福音嘅緣故，殉道也在所不惜，亦都在所不惜。我睇到耶穌嘅顯現，唔單止除去咗佢哋嘅恐懼，並且帶俾佢哋真實嘅平安，致使死亡亦都唔係佢哋嘅阻礙。佢哋可以無畏無懼咁去面對任何嘅挑戰。弟兄姊妹，今日我都願你哋平安。不過呢個平安唔係一般世人所指生活裏邊無災無難、冇危險、無風無浪、凡事順利嘅平安，而係指當上帝同人同在嘅時候，人所領受同埋享有嘅福氣。所以呢個平安係唔會被處境影響，亦都唔會隨著外在變化而牽動，失去咗和平整全生命嘅狀態。故此主耶穌喺約翰第14章27節，佢指出佢所賜嘅平安唔係世人所能夠理解嘅平安。換言之，即使門徒仍然處於一個被敵視嘅環境，甚至外在內在對威脅仍然未消失，但係只要基督同佢同在，佢哋就有平安。或者耶穌所講嘅平安，就係喺危難嘅時候，你仍然能夠為到敵人哋甚至迫害你嘅仇敵去代禱，因為耶穌就係平安嘅根源。故此，當耶穌講完願你平安呢句説話之後，就對門徒講：父怎樣差遣了我，我也照樣差遣你們。呢個正好俾門徒一個真正平安嘅保證。既然耶穌差遣嘅話，佢哋就表明咗上帝同佢同在，無論環境幾咁嘅艱險困難，門徒心裏邊有嚟自上帝國嘅平安。弟兄姊妹，今日基督教所講嘅平安，就係點樣身處喺逆境同苦難裏面，仍然可以喺主裏邊經歷心裏邊嘅平安。呢種平安唔單止心裏邊處之泰然，並且能夠有力量嘅去勝過逆境同苦難。我諗呢一個經歷，可能大家過嘅生活裏邊都經歷過。但如今日你嚟到教會敬拜上帝嘅時候，你心裏邊係咪仍然仲有憂慮嘅？願你們平安，係咪主向門徒顯現嘅時候講嘅第一句説話？而呢句説話又對你係咪真係經歷到平安呢？尤其喺崇拜裏邊，你係咪真係經歷到主同你講願你平安呢？所以今日你應該係將一切嘅憂慮都擺上帝面前，因為主講呢句説話嘅時候，門徒係最恐懼嘅時刻，所以願你平安。可能喺呢個時候你入嚟你冇平安，但我盼望你離開教會嘅時候，你係真係得到呢個平安。不過人生在世，試問邊個冇思慮煩擾？青年人會面對失戀、工作呢啲嘅問題，夫妻會面對彼此之間相處、教養仔女嘅問題，打工仔會因為裁員減薪會有好大嘅壓力。尤其今日嘅通脹，好多嘢都好貴，大家要面對衣食住呢啲嘅壓力，或者有時我哋都好似呢班門徒一樣嘅，唔單止將自己緊緊嘅鎖喺屋子裏邊，甚至將自己嘅心靈都封閉。
以致我哋再冇勇氣嘅去面對。無怪乎今日呢個社會裏邊，抑鬱症係成為咗一個好重要嘅都市人嘅殺手。睇過一個嘅調查，好耐以前講到香港有10個人裏邊就有7個係患咗精神病嘅。咁你講話呢度超過10個人以上，你就知道哇佢好緊要。原來呢個調查裏邊講緊呢7個人裏邊，其中有3個係用藥物治療嘅話，要用藥物治療嘅。所以呢個係非常之嘅嚴重。弟兄姊妹，當你面對生活裏面嘅困境壓迫嘅時候，我哋一定要記住，耶穌就係我哋嘅主，佢已經勝過咗一切，佢要帶俾你一個真實嘅平安。所以佢而家就企喺我哋當中，同我哋講願你平安，並且應許話俾你聽，我將這些事告訴你們，是要叫你們在我裏面有平安。在世上你們有苦難，但你們可以放心，我已經勝了世界。你睇到門徒嘅反應就係喜樂，佢哋嘅喜樂唔單止因為經歷咗主嘅得勝，更加係因為耶穌喺呢班群眾，因為呢班害怕嘅面前去顯現，改變咗佢哋嘅生命，更新咗佢哋嘅生命，使佢哋從恐懼重拾翻有平安同埋喜樂嘅生活。故此，當耶穌除掉咗呢班人嘅疑慮同埋恐懼之後，耶穌進一步就俾一個嘅使命，就係話我要將從神所攞領受嘅使命傳授俾呢啲門徒。喺第廿一節，耶穌話：父怎樣差遣我，我也怎樣差遣了你們。第一個呢個嘅差遣，原文嘅聖經係一個完成式，表示一個人一個被差遣嘅人已經完成咗佢所領受嘅使命。所以耶穌被父神差遣，就係意味住佢唔單止佢唔係按自己嘅意思去行，係按嗰個差嚟者嘅意思而行。而父神差遣耶穌道成肉身，降臨喺呢個罪惡嘅世界裏邊，就要透過佢喺十字架上犧牲自己嘅性命，將贖罪嘅平安、贖罪嘅福音、救恩同埋永生賜俾我哋啲滅亡嘅世人。所以耶穌已經勝過死亡、權勢、復活。即係表示到佢已經完成咗父上帝差嚟呢個世界嘅使命。至於第二個嘅差遣，原文係一個進行式，係有差遣、打發、委託、任命嘅意思。從語法嚟睇，呢一個係一個動詞，亦都係一個及物嘅動詞，表示到同差遣傳遞信息係有關嘅。而耶穌今次就係差遣者，佢要將父神俾佢嘅使命傳遞俾我哋，使我哋能夠繼續被差遣到呢個世界去傳悔改、赦罪嘅信息。故此耶穌已經信服父上帝嘅旨意嚟到呢個世界，完成咗救贖嘅使命。所以門徒應該要效法耶穌，信服耶穌嘅差遣，好似耶穌信服父神一樣。因此門徒被差遣嘅意義係在於門徒要代表耶穌、見證耶穌，唔係要彰顯耶穌。故此父神差耶穌嚟呢個世界，就係要彰顯神對世人嘅憐憫仁愛，並且通過喺呢個世上短暫嘅生命嘅一言一行，能夠為我哋成為一個美好嘅典範。就係一個真正有能力嘅人，表現佢嘅表現唔係要有受人嘅服侍，但係要去服侍人。今日有好多人認為一個強者就係用力量去壓制人哋，用武力去征服其他嘅人。但耶穌佢係用自己嘅生命嚟讓每一個強者嚟讓我哋知道一個真正嘅強者，唔係用力量去壓制，唔係用武力去征服，而係用愛。亦都唯有真正嘅強者，先有包容一切嘅能力，亦都唯有愛嘅力量，能夠使人真正嘅降服。因此耶穌嘅權柄唔係通過指揮人哋去表現，耶穌嘅能力都唔係透過壓制人哋去顯明，佢嘅能力係通過信服而彰顯，甚至因為信服上帝嘅差遣，連死到死亦都要能夠信服。所以耶穌話俾門徒聽：父怎樣差遣我，我也照樣差遣你們。呢句話要通過聖經，亦都不斷今日同我哋去講緊説話。換句話嚟講，上帝差耶穌去做嘅，耶穌亦都照樣差遣我哋去做。所以耶穌喺世上嘅一言一行、一舉一動，都係我哋學習嘅典範。耶穌點樣順服上帝，我哋就要點樣順服上帝。耶穌因為順服上帝嘅旨意，去捨棄天上尊貴嘅寶座，嚟到呢個世界上，親自成為人，以人嘅樣式同我哋一齊生活，
並且以最謙卑嘅態度，以奴僕嘅樣式嚟服侍人。所以佢點樣去關心人，點樣愛人，去接納人，甚至點樣以公義去指責人嘅罪惡，又以慈愛去接納悔改嘅人，呢啲都係我哋應該要學習嘅榜樣。耶穌嘅生命就係將上帝嘅真理活生生嘅顯露顯現喺人嘅面前，讓人因為睇到耶穌嘅生命，就能夠領悟到上帝真理嘅精髓。耶穌受父神嘅差遣嚟到呢個世界，就係顯明上帝嘅真理。而家耶穌已經升天，但我哋仍相信仍然會與我哋同在。今日耶穌就係透過教會繼續臨在喺呢一個嘅世上，呢個就係我哋所領受嘅使命。故此，如果我哋信服耶穌嘅差遣，就要活出上帝嘅真理，使到上帝嘅真理能夠成為我哋生活一部分。而耶穌嘅生命亦要通過我哋嘅生活去彰顯出嚟。所以約翰福音第16章嘅第7節呢度提到一樣好重要嘅信息，就係聖靈嚟，就係要延續耶穌喺地上宣講福音嘅工作。而接受聖靈就係整個約翰福音所描述有關聖靈嘅工作，得聖靈嘅教導，同埋為真理作見證嘅教導。而家門徒領受咗呢個使命，就有能力去為復活嘅基督作見證。結果當耶穌差遣之後，跟住做一個極具嘅意義，就係向佢哋吹咗一口氣，並且話你們受聖靈。呢個舉動令我哋不期然想起創世記嘅時候，上帝造人嘅時候，上帝藉著佢嘅氣息嘅分享，使到塵土所造嘅人能夠活出具有上帝形象嘅生命。耶穌藉呢一個嘅舉動，就賦予門徒一個新嘅生命，應許佢哋當聖靈降臨嘅時候，佢哋會變得不一樣。過去嗰個膽怯、軟弱、無知嘅舊人，會變成壯膽、剛強同埋滿有智慧嘅新人。而耶穌繼續話俾佢哋聽：你們赦免誰嘅罪，誰嘅罪就赦免了。呢一句説話引起咗一個好大嘅爭議，因為羅馬天主教教會就將呢句説話引用咗自己一個解禮裏面嘅信息，認為神父可以有赦人罪嘅權利。但事實上，如果我哋仔細睇翻聖經嘅時候，我哋會發現耶穌呢班門徒從來冇行過告解呢個嘅儀式，亦都冇使用到使用權柄去赦免、赦罪或者定罪。相反，佢所做嘅係用權柄話俾人一宣告一個救人嘅福音。福音嘅根基就係主耶穌基督所啟示嘅真理，亦都係作為權柄嘅根源。根據主耶穌所啟示嘅真理，相信同埋悔改就得到赦免，而還硬唔信嘅人就會因為自己嘅罪滅亡。換句話嚟講，耶穌並冇俾使徒依照自己嘅意思去赦罪或者定罪嘅權柄。耶穌要使徒去宣告嘅係一個赦罪、一個救人嘅福音。同時呢個福音亦都帶咗一個警告，就係凡拒絕嘅人，終必係因為自己嘅罪受到審判。因此今日你係咪已經接受咗耶穌做你個人嘅救主？咁而家耶穌就係喺你嘅心裏邊。當你嚟到第二部分，睇到耶穌第二次向門徒顯現嘅時候，你會發覺所講嘅嘢都好似一模一樣，好似幾乎同第一次嘅一樣，包括時間一樣，亦都係一間同一嘅房裏邊。甚至耶穌突然間同佢出現嘅時候，都講一句説話，就係願你哋平安，同埋將自己手嘅同埋立堂展露俾你睇。唯一唔同嘅就係上個禮拜當晚唔喺呢間屋裏邊，而今次佢喺度。我哋到整個經文所發生嘅事，就好似為當晚而發生，或者可以咁樣講，耶穌今次特別係向當晚顯現，因為耶穌心裏邊有當晚。但係當我哋認真讀呢段經文嘅時候，我哋發現唔單止耶穌心裏邊有當晚，而耶穌嘅心裏邊亦都有我哋每一個弟兄姊妹。喺29節，耶穌對當晚話：你係因為看見才信，但那些沒有看見就信的人就更有福。究竟邊個係嗰啲冇睇見就信嘅人呢？當然唔係當晚，亦都唔係嗰10個門徒，而係西利教讀過約翰嘅人，包括你同我，都係因為冇睇過耶穌而相信嘅。而耶穌講啲冇睇見就信嘅人就有福了。如果我哋話耶穌心裏邊有當晚，自然耶穌心裏邊都有你同埋我。耶穌稱讚嗰啲因為冇睇見就信嘅人有福，呢個表示到我哋比嗰啲曾經見過耶穌復活嘅信徒更加有福。
因此耶穌嚟到世界唔單止為多馬同11個門徒，更加為到你同我。羅馬書5章8節好清楚話俾我哋聽，當我哋還做罪人嘅時候，上帝嘅愛佢就為我哋死，上帝嘅愛就在此向我哋顯明。故此，如果我哋確信聖經嘅真理，耶穌心裏邊真係有多馬，有你同有我嘅時候，點解喺你人生遇到困境、挫敗，甚至好似前路茫茫嘅時候，你會感到灰心喪志咧？點解覺得好似冇人愛你、了解你、關心認識你嘅？保羅喺提摩太後書2章13節提醒我哋，人係會失信嘅，但係神係仍然可信，因為佢唔會背負自己。另外，耶穌都對會堂嘅人話：不要怕，只要信。呢句話唔單止向多馬講，亦都向你同我講。喺路加福音裏邊，耶穌講過，佢話我哋比麻雀更加貴重得多，因為我哋頭上有幾多條頭髮，神都知道。因此，如果耶穌真係咁深切嘅愛我哋又點能夠話主係完全唔明白你、唔了解你？所以我哋要記住，耶穌心裏邊有你有我，縱使世上嘅門都關上，好似門徒匿喺呢個關上門窗嘅屋裏面一樣，但耶穌嚟到，必定要將恐懼、憂傷改變為一個平安同喜樂。所以問題嘅就係在於你喺順境逆境嘅時候，有冇去信靠專一嘅仰望主？既然耶穌話不要怕，只要信，我哋又點解唔勇敢嘅向前走呢？只要我哋心存感恩嘅心過戶，我哋嘅上帝嘅恩門對信佢嘅人係永遠都敞開嘅。另外，當我哋睇到呢段經文嘅時候，你唔單止發覺耶穌心裏邊有多馬，經文亦都多處形容到多馬心裏邊都有耶穌。或者我哋唔明白點解耶穌要叫多馬伸手入去嘅立場，但係耶穌對多馬講：不要疑惑，總要信。就似乎睇嚟，多馬比其他人更加容易疑惑，信心比人少。喺約翰第11章，當耶穌講到要去猶大地去探拉撒路，因為拉撒路死咗，當時門徒勸佢唔好去，因為猶太人喺嗰度捉拿佢掟死佢，因為認為係褻瀆上帝。但係多馬聽到之後就話：我願意同你一齊去同死。明顯多馬唔明白耶穌要去猶大地嘅原因，但係多馬嘅心裏邊對主係十分忠心，佢心裏邊有耶穌，十分勇敢嘅喺危險嘅時候，仍然同耶穌一齊去送死。另外，約翰第14章記載到耶穌喺最後晚餐講咗好多嘅説話，其中一段説話講到佢要離開佢哋啦。佢話：我往哪裏去，你唔知道；哪條路你們也知道。門徒聽嚟好唔明白，而多馬就去問主啊：我哋不知道你往哪裏去，怎麼知道哪條路呢？我睇到多馬並唔係無知，而係多馬係心裏邊有主，所以唔想同耶穌分開，就去問嗰條路喺邊度，甚至可以喺嗰度揾到耶穌。我睇到多馬係好坦白咁向主陳嘅，係因為佢謙卑咁表明咗自己嘅無知。因此，當耶穌再一次向門徒顯現嘅時候，明顯一次顯現係衝住多馬而嚟，因為8日之前，門徒向多馬見證話：我哋睇到耶穌，但係仍然堅持嘅話，如果唔係摸到耶穌嘅身體，我係唔會信嘅。結果8日之後，耶穌又再次降臨喺佢當中，並且對多馬話：你用你嘅指頭嚟探我嘅釘痕、創傷嘅肋旁，不要疑惑，總要信。疑惑呢個字喺原文嘅聖經係冇出現過，而係用咗有一個接近嘅字，就係叫不信 （unbelieving）。所以全句嘅意思，如果直譯嘅時候，就係、但你不要成為不信嘅，而係要成為相信嘅。或者耶穌對多馬嘅要求唔係要怪責佢，而係要挑戰多馬嘅信仰。因為多馬唔單止要求見到耶穌，更加要親手，更加要為復活制定咗一個嘅標準，就係、要親手去摸到耶穌身上嘅證據。其實多馬嘅不信並唔係因為佢唔認為冇復活嘅事情，而係一切嘅證據係達唔到佢自己所定低嘅標準。不過耶穌知道多馬嘅疑惑，亦都知道多馬嘅軟弱，更加知道佢嘅意念。所以耶穌要求嘅就係多馬放低呢套標準，用咗鼓舞佢嘅信心，要讓多馬唔係單靠眼見，亦都唔係靠頭腦認識佢，並且要用心去體會，用心嚟相信。我哋感謝神，呢刻嘅多馬眼睛明亮，佢唔需要睇到主嘅釘痕，
或者都唔需要再將手探入肋旁裏邊，就已經無敵無比嘅堅定嘅講：我嘅主，我嘅神。而呢個信仰表白，亦都正好係正典封書裏邊嘅開始，第一章第一節嗰度講到：太初有道，道與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可以係一個互相嘅呼應。整個馬利亞方就係要去傳講耶穌就係上帝，而當馬心裏邊就只有耶穌就係主，就係上帝。所以當馬為我哋作咗一個美好嘅見證，就係稱呼耶穌係主係上帝，無疑就係當馬願意作主嘅奴僕，對主嘅信服。而當我哋聽到當馬見證嘅時候，我哋有冇對信服主嘅心，有冇一個對信服主嘅心願嘅？弟兄姊妹，當馬確實係多疑，但係如果呢個嘅懷疑係發自內心嗰份追求真道嘅心，呢個懷疑就係指向信心嘅話，咁呢個懷疑就有價值。同樣，當我哋認真追求信仰，就總會有一啲疑問，而啲大大小嘅疑問其實好有價值，因為通過認真嘅思考，透過同人嘅討論，我就能夠將呢啲疑惑釐清，從而我哋更加明白真道，使到我哋嘅信心就可以更凝茁長，更加可以有更好嘅成長。因此懷疑唔係信心嘅敵人，相反可以推動我哋去探求真理，係我哋信心嘅良伴，信心嘅跳板。信心會將我哋提升到一個新嘅境界。所以耶穌再次嚟向門徒顯現，就係要堅固當馬嘅信心。而今次當馬同主相遇之後，確實得到好大嘅改變。呢一位曾經多疑嘅門徒，變得無比嘅堅毅同信心。佢唔畏懼，唔怕危險，將福音傳到外邦，最終係死喺印度嗰度殉道，以生命嘅福音作為最有力嘅見證。因此弟兄姊妹，我哋係咪仲只係着眼當馬嘅多疑，忽略咗佢嘅信心？佢嘅懷疑因為渴望知道真相，當佢真正遇上到之後，佢就欣然嘅接受。更加重要嘅就係佢嘅懷疑冇讓佢裹足不前，佢願意放低自己嘅標準，跟住耶穌嘅帶領，去經歷呢一個信仰嘅歷程。縱使當晚要經歷誤解先能夠理解，但最終仍能夠得着同埋沉澱。弟兄姊妹，當我哋遇到懷疑嘅時候，我哋有啲咩嘅回應呢？係好輕易嘅放棄，定係好努力嘅繼續追尋呢個信仰？最後耶穌就29節，佢話到：你因看見了，我才信；那沒有看見就信的有福了。我哋感謝神，我哋今日我哋所有嘅信徒都係屬於有福嘅一群，因為我哋從來冇睇過耶穌，但係我哋已經信咗耶穌。願意我哋呢一班蒙福嘅人都能夠向當馬同其他使徒學習，勇敢嘅去懷疑，勇敢去相信，勇敢去犧牲，將呢個復活基督耶穌嘅真道帶俾更多嘅人。因此弟兄姊妹，耶穌復活之後，應將自己從父上帝所領養整受嘅使命傳遞俾我哋。呢個使命亦通過我哋世歷代嘅教會傳承落去，如今就嚟到我哋嘅身上面。所以係咪要所以我哋要時刻提醒自己，耶穌嘅話：父怎樣差了我也照樣差了你們。耶穌嘅生命就係我哋嘅典範，活出耶穌嘅樣式就係我哋蒙召奉差遣要去完成嘅事。或者我哋係膽怯、軟弱、無知，但因為主耶穌嘅聖靈，要使我哋變成壯膽、剛強、滿有智慧。求主幫助大家，能夠成為復活主嘅見證人，將基督嘅愛同平安散落喺人散落喺人世間裏邊。亦都願耶穌，願我哋嘅信心能夠繼續去仰望上帝嘅帶領同幫助。我一齊低頭禱告，天父，我哋感謝你。因為你俾我哋一個無窮嘅生命，我哋感謝你喺個日子裏邊，我哋曾經係好多嘅懷疑，好多嘅軟弱，尤其喺我哋艱難，我哋人生艱難嘅時候，我哋好多時候都會埋怨神你自己。就求天父你幫助我哋，即係懂得點樣喺我哋嘅生命當中，慢慢建立我哋對你嘅信心，以至我哋能夠無論任何事有嘅時候，我哋都能夠勇敢嘅向前，因為我知道神你同我哋同在。就求復活嘅主親自引領我哋，保守我哋，再能夠更加講求你嘅生活。我哋要交託主耶穌得勝嘅名字祈求，阿們。現在奉獻嘅時